现代台语版圣经哥林多后书第5章，因为阮知，咱伫地上得大即个布边的厝，若拆起来，上帝为互咱天顶的厝，毋是人的手起的，是永远的厝。咱现在伫即个布边得土开，热切仰望，通去踮天顶的厝，亲像衫塌落去。若塌落去，就袂赤身裸体。咱要踮伫即个布边，白重担得土开。咱毋是爱褪去地上的体，是要读属天的体，通互活命甲活死的吞落去。互咱有即个改变的是上帝，伊赐圣神互咱，甲咱保证。所以，阮不时有勇气，阮知咱要住伫即个身躯得活的时，是甲主相离。因为咱得活，毋是靠目睭看，是靠信心。阮有勇气，较爱离开即个身躯，去甲主住。所以，无论伫即个身躯，还是离开即个身躯，阮的目的是爱互主欢喜，因为咱拢一定着徛伫基督的面前受伊审判。逐个人拢着照家己伫地上的身躯所做，无论是好还是歹，接受报应。既然阮知影着敬畏主，阮就苦劝人。对上帝来看，阮是甚物款人，真清楚。我仰望对恁的良心来看，嘛真清楚。阮毋是要搁对恁推荐家己，是互恁有机会用阮做夸口，互恁通回应遐注重外表、无注重内心的人。阮若热狂，是为着上帝；阮若清醒，是为着恁。因为基督会疼，催逼阮做即个结论：一人为着众人死，众人就拢死。伊为着众人死，是要互遐个活着的人，无搁为着家己活，是为着迄位替因死搁活的基督来活。所以，对呾以后，阮无搁根据人的标准捌人。虽然阮捌用人的标准捌基督，毋过现在无搁安尼捌伊。安尼，无论甚物人，若甲基督结连，就是新创造的人，旧的已经过去，呾拢变做新的。这一切拢是上帝的作为。伊通过基督，互咱甲伊搁和好，搁将互人甲伊和好的职务交代阮。阮所传的信息是安尼：上帝通过基督，互世间人甲伊和好，无搁追究因的罪过，搁将即个和好的信息交托阮。所以，阮做基督的大使，上帝通过阮甲恁苦劝。阮替基督甲恁求，着甲上帝和好。上帝互无罪的基督为着咱的缘故，正做有罪，互咱通靠基督甲上帝建立合宜的关系。